世界万行带，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么在昨仔，也就是今仔日的透暝，蔡总统即届到了美国，最高调是见到众议院的议长。咱看闹热，嘛要看实在。对着台湾好处一件一件来算看卖，军售甲及时的贸易润性呢，会当继续吗？外交的模式未互中国来制裁，是毋是其他的国家嘛会当来试看卖？首先，小解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中国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平年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民进党基隆市市议员张志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台师大的政治所的教授曲条雄曲教授，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中正大学政治学的教授蔡英雄蔡教授。台湾新眼界的节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政治系蔡英雄教授。那么首先呢，咱就是先看这条新闻大。总统蔡英文甲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McCarthy， 也佮有美国其他跨党派两党议员，拢是重量级的，在台湾时间半暝的1点，在美国加州雷根总统的图书馆来会谈，边啊佮一只美国的这个白宫1号啊，这个飞行机，那么继续受到国际的关注。那么中共呢？嘛继续来抗议，传出讲在两人见面的前一天，中国方面写批警告美国的议员唔通出席这段会谈。那么 McCarthy 嘛搁再强调，伊是议长，中国无立场来要求伊袂当去倒位，袂当甲啥见面。伊讲虽然目前无访问台湾的计划，不过并无表示未来袂搁再安排。超过100个媒体透早排队听候安检，蔡英文甲麦卡锡会面，吸引国际媒体关注。美国、日本、台湾拢派出真侪记者来参与，不过遮大的场面嘛引起中国的抗议，甚至出动飞行机挂布条，写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直咧飞来飞去。不过麦卡锡是无咧秀中国的动作，无烦恼，因为安尼会加深两岸紧张的局势。No, it is not our intention to escalate. I am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There's no place that China is going to tell me and where I can go or who I can speak to, whether you be foe or whether you be friend. I'm not the general manager of the Houston Rockets. 麦卡锡是大声的讲，伊甲虾米人见面，中国是无权介入，而且伊目前并无访问台湾的计划，嘛讲这无代表以后袂去。媒体嘛问讲，台海若发生冲突，美国人民敢会支持政府出兵支援台湾？麦卡锡回应的语气就明显加悬。That's a hypothetical question that we never want to get to. The reason why we're together here with both parties sitting down is because we never want to see that question really get asked. 麦卡锡连续公开的动作，拢为挺台湾挂保证。不过，嘛有几个议员前一天收到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警告批，讲要取消行程，若无中国就会采取必要的行动。I mean, that's it's cognitive warfare. It's what President Tsai talks about. It's an attempt to get us to intimidate us and to get us to back down. And as I said in my speech, you know, who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meets with on American soil is, quite frankly, none of the CCP's business. 这届外国媒体对蔡英文甲麦卡锡会面，大部分拢是真恶劣。华盛顿邮报指出，这是台湾国际形象的高峰。不过，有部分媒体对北京后续的反应感觉真烦恼。记者综合报道。我相信观众朋友啊，这2-3天啊，看到马英九去到中国的访问，嘛看到蔡总统去到美国的这个访问。那么其实呢，这闹热的部分啊，咱唔是咱公共电视台几台，咱这节目的主要的目的。咱是要看讲，到底是这项的意义是啥物？长久来看，对着咱台湾有啥物好处，有啥物歹处？咱先来看这个图表顶头吼 ，McCarthy 有讲，首先咱必须要加强对台军售，来确保武器按时阵来送达台湾，吼，这及时的。另外，基础要强调加强经济合作。
特别是贸易甲科技啊，讲的就是亲像台积电这种物件啊，贸易的韧性。吼，第三个，必须在世界舞台上推广咱共享的价值啊，这吼对咱来讲，这叫做闹热啦。吼，因为实际大家是看这前两项。我首先要来请教四位吼，到底在恁的眼中看来，这一次的这个会面，实际上的好处在哪里？委员，其实这个咱蔡总统去外公吼，当然徛伫咱拢个一直对外的立场吼，当然咱是真欢喜啦吼。但是这个有几项代志，其实是咱外交部无做到吼，应该要检讨的。第一吼，美国的吼，不管是白宫啦吼，还是国安会的发言人吼，就代表吼，拢个是会安尼讲，一再的强调讲吼，这个蔡总统去美国，这是私人的访问，而唔是官方的访问。哦，唔是代表政府，而是家己私人要去美国访问吼。这点来讲，我感觉咱外交部无提出真大声的抗议是无应该的，因为蔡总统毕竟是代表咱中华民国，吼，伊嘛是咱中华民国纳税人的钱过去访问的嘛，吼。所以委员认为讲，你不管如何，你外交部应该出一个声。当然是安尼啊，那阵这个马英九要去大陆这个嘛，啊，大概民进党的人直讲，哦，你马英九，你伫大陆有讲中华民国之几秒，那是无你就是。对咱的国家无够尊重嘛，对，啊，但马英九有讲到啊，所以第一代志就是讲，蔡总统这个访问吼，当然因为这议长是民意代表嘛，高文山可以民意代表无代表官方啦，所以民意代表，那但是大陆的迄个政府一再强调讲这是私人的访问哦，唔是一个官方的访问，非官方行程的吼。所以今天我是感觉非常袂满意，对咱外交部无替咱的蔡总统徛出来，无替咱的国家徛出来，我这点是非常袂满意吼。第二，这个会面是真成功的吼，当然是真成功，因为即摆伫这国际这氛围内底吼，啊，尤其是美国吼，不管对一个党，民主党爱共和党吼，两个党吼，因的国家内底，大概即摆全世界这强权哦，两大的强权量吼。美国内底气氛，明年因若要选举啊，因若是为了家己要选举啊，2024要选举，大概因的百姓也是反中情绪吼较浓厚，所以一个议员徛出来，对因家己的选举也是有利的吼，所以因徛出来也是正常的。第三，这个会面的时阵，两个人讲的几句代志吼，几项代志吼，我特别要讲第二项哦，啊，加强经济合作，特别是贸易吼，甲科技这两部分吼。我记得大概是1年半前吼，咱已经通过迄美国的来猪会当进口到台湾来嘛。伫迄阵我记得是伫2022年的12月24日，通过啊。所以就是圣诞节阮抗议嘛，但是当然是无赢啦吼，但已经通过啊。通过了，迄时阵我记得政府咱的蔡政府甲咱讲的讲，这要为了这通过，后摆咱甲美国贸易会较好，会较方便。已经1年半，迄讲的已经讲迄什么 BTA 啊、FTA 啊，两边的贸易的迄个有吗？有一个结果吗？无嘛，现在所谓台美贸易倡议，现在进行到对，哪阵个黑箱嘛无人知影，所以已经通过1年半，咱当然政治人物。我会记得委员你有去美国的国会嘛？是，我去访问有啊，去年啊。你有去讲无？你有去甲讲？我有甲因访问有啊，我嘛是有当甲国会议员来交换意见啊，对无？阮会低哦，恁低甲阮2摆，咱无甲咱签者。我们若去国会，阮搁走去，阮是国党拢有去啊，做者去啦吼。毋若去国会，所以委员去国会啊。表达这个意思哦。阮有通过这物件，你有什么意见？有啊，但是当然阮袂互报出来啊，因为阮位阶较低的关系嘛。无影啦。但咱总统是委员，你嘛是一民意代表，伊嘛是民意代表啊。当然啦，阮去拢有表达阮的声音啊，吼，讲咱即摆做一个代志，你要互相要怎互相。我拢互相好来好去啊，对啊，问题是即摆都是无嘛，咱即摆政府已经1年半，咱继续讲啊。这贸易的部分，所以总统应该特别要发出声音啊。我讲公开可能歹势讲，因为吼公开我要较好看哦，歹势讲，私底下一定爱，咱有看结果嘛。你即摆安尼了，这是第一点。无啦，我是赞成委员讲，你去组一团，去美国去地位较低嘛，咱地位较低，毕竟咱的总统所代表是咱的国家，所以讲出来够有力。所以总统无退咱的立场讲这话哦。当然私底下唔知有无，当然希望私底下有啦吼。第二，这贸易的部分，第二科技的部分哦，总统应该都爱找机会，甲这议长真重要吼，讲好2项代志。第一就是讲台积电这个代志，如果这个美国用这法律对无，希望台积电真侪弊拢给互美国起去呢，用钱啊，用什么方法啦？人韩国的总统有出来抗议哦，咱的总统，咱的外交部好，咱的经济无讲半句声。这对台湾是真无好的代志啦，
对咱台澎金马来讲真好，咱的台积电就甲比比，然后咱人可以有设厂嘛，啊，落来人才搁过去，啊，然后搁一寡比比搁过去。这我看落爱问 Morris， 才会知哦。但是国家爱徛伫国家力量对咱的迄厂商讲话啦。哦，韩国总统都有出来讲啊。所以不管是贸易啦，无论科技啊，这两项拢计是非常重要。第三个重要在，阮大概是准议都伫立法院通过，不分党派啊，不管国民党、民众、全部拢去同意，无异议通过一个决议，叫希望中华民国甲美国国建交，还是讲复交啦。吼，那即摆民进党声声在讲哦，这个即摆是台美史上关系上好的时阵，趁这时阵对无？咱就大声讲出来啊，希望美国考虑看卖，你规定洪都拉斯甲咱断交的时候，你就讲哦，你唔通甲中国大陆交往，唔通甲台湾断交。美国家己是老大，你爱徛出来，挺台湾爱徛出来。美国都应该听着讲，阮主动。希望美国人有咧听你。当然是安尼啊，伊家己是老大，伊无徛出来，伊叫别个国家、细个国家讲，你唔通甲台湾，唔通甲台湾断交。老大徛出来，大家倒行，因为咱已经换国民去啊嘛。所以当然我唔是赞成进入这换国民的做法，但你即摆因为伊蔡总统毕竟是咱的总统民选的嘛吼。既然已经走这条路，咱都应该。那这条小咱才来问委员哦，咱要要求甲因建交啊，变做会完全变做徛高平咱本来就已经徛高平了，蔡总统即摆做到已经是徛高平哦。你徛这里面，你我甲咱支持啊。好，来支好。当然咧。是安尼啦，我定定嘛听人讲，若准讲民进党讲即马台美关系吼，即个思想上好。啊！你啥也无就规矩甲伊建交啦，然后无就规矩吼，啥物这贸易的这个关系当随加深啦吼。这吼，在我来看啦，这个袂输咧吼。我约人出来约会，看一个电影，食一个饭吼，啊，就人看到啊，你若无甲带，吼，就随甲问讲是毋是你啥？要问嫁出来代志啊？讲起嫁出来代志，我随问讲啊，你哪会无生囝？啊，你哪生囝了，哪无搁生几个？donc一直咧讲变，这种的关系，咱台湾甲美国的这个关系，长期以来已经是算是讲烂真久啊。咱慢慢来修补，咱总讲思想上好，什么意思？就是讲过去毋捌还好过，但是过去毋捌还好过，嘛无代表讲。即马都已经好甲已经像迄个像这委员所讲的迄种。所以志豪，你是认为讲，即马还佫毋是即个时阵，袂当啊一步登天啦，袂当啊一步落来建交。这个咱有就讲，无食三工应菜，就是要上西天，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讲，咱即马应菜食第一工，哦，第一工咱食，第二工、第三工咱缓来，就是讲。在我来看，我认为这回吼，蔡总统去美国的这个真成功，真成功。但是你也要注意哦，伊所会面的这个人，马卡蒂伊是议长，伊唔是行政部门的人，伊是立法部门的人。所以讲，咱私底下甲伊安怎讲，公开来讲，伊无法度代表行政部门来回应台湾政府这边的要求。所以你认为私底下咱一定有甲，譬如讲，这唔得讲，这都爱讲。私底下也无安尼，你讲咱这个行程啥会遐成功？是安怎？伊去美国的时阵，咱拢抑阁无人知影讲了后来加州有这场的会面。这就是因为啥？就是因为讲咱有真济私底下爱先去运作了成功，你爱先炒好烧，炒好打，炒好芳。你才捧出来，人家看。我跟你讲，你这个要甲议长，这个伊要甲议长见面是真早就确定的代志。我讲为什么？因为是议长伊要来台湾啊，咱的政府惊讲哦来台湾哦，可能的代志更严重。这咱首先伊也讲甲模棱两可啊，咱嘛唔知啦。伊要来台湾，啊美国政府较早是伊要来台湾，要来拜访。迄阵时总统府嘛无发布消息。已经这是本来就讲过来啊。恁可能较内部较内行消息啦。从总统从来都唔捌证明。佩洛西去年来时阵，迄代志拢啊真对，所以美国个甲后来是美国政府叫咱的政府去甲美国去甲议长，甲这摆这议长麦卡锡讲吼，啊无你莫来阮来甲你拜访，就是安尼，咱变的是安尼。你拢知影这就本来是安尼啊，这真侪人拢去知影，这是公开啊。来，你们教授啊，大家知影。是啊，我安尼讲啦吼，咱讲台湾甲美国的关系吼。
虽然讲这是咱两个国家的代志吼，但是我必须爱讲，台湾甲美国的关系一定甲对方有关系。哦，我常常来讲，咱即马毋是我常常来讲，咱即马学术界我拢讨论嘛，叫做中美博弈嘛。哦，这个在这个格局的这款的格局内底，咧行棋的人啊，咱讲起来较实在，行棋，你敢捌看过3个人咧行棋，还是4个咧行棋，有无？4个咧行棋，迄叫做拍麻将，哦，迄毋是叫做行棋，哦，行棋是2个人咧行，哦，啊有啦，会使啦，边仔有人会使看，会使插花啊啦，迄会使，哦，但是行棋一定是2个，即摆咧行棋的。哦，伫咱台湾海峡两边咧行棋的，中国甲美国，哈，哦，咱算做插花啊，好，哦，啊，咱甲美国徛做伙，咱你头拄平年你嘛有讲着，哦，咱即马甲美国徛伫迄堆嘛，喏，咱甲赞声嘛，吼，啊，你头拄咧问讲，即届总统去到遐吼，咱收获上，咱好处上大是啥物？有啦。上大就是美国甲全世界讲，即马伫我会使做的范围内底，我挺台湾。哦，但是啊，你爱重要。啊，其他国家会当安尼学的。小等下再来讲哈，吼，咱即马先来讲美国啦。哦，我全世界啦。全世界伊即马是算做上强嘛，上少你对军事来看，军事来看，伊可是第一嘛。哦，啊，这上大国哦，伊即马嘛是受到对方的牵制嘛。哦，虽然头拄单委员其实伊讲的是事实，即届本来哦，麦卡锡伊咧选议长的时阵，伊就甲因党内共和党内底人保证，哦，伊若准当选，伊一定来台湾，啊，啊，佮讲啊，伊的听证会要来台湾办，拢讲出来。虽然讲即摆会使讲，嘿，我无讲，我即摆是我是讲过啊。啊，但是我无讲偌久做啊，3年嘛会使，4年嘛会使，5年嘛，100年嘛会使啊，哦，所以讲，咱即摆看实际的情形是，伊比较早讲的情形往后面退一步嘛。老师，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对外的原因啊，这真简单。我头拄讲过，我搁讲一届，咧行棋的是因这2边，哦，你看中国即摆的反应有无？甲去年8月是佩洛西来台北，来台北，你甲看规模又不一样啊。无去炸鱼啦，吼。冇，哦，迄届你甲看做炸，你甲看炸鱼吼，伊是规台湾岛，伊咧6点甲你拍，啊，讲要拍倒位，伊就拍倒位，啊，即届无拍，即摆是出来行，吼，老真讲用你的形容，迄届炸鱼，啊，即届来捡鱼，哦。来捡的。无，即摆要甲你检查鱼船呢，要甲你检查咧船呢。这即摆伊咧讲尔，哦，我咧看袂做，啊袂做，我判断袂做，哦，因为这叫做比例原则嘛，哦，因为尤其这2天，你晓知今仔日啊，早下晡5点，法国总统马克龙即马伫北京啊，欧盟的主席啊，冯德莱恩甲伊做伙去。因这2个即马伫北京，啊，那阵伫即阵台海发生争议，阿强啊要安怎甲即两个交代？这拢强国呢，嘿，这毋是小看小国家。所以认为总的来讲，蔡英文总统即摆甲即 McCarthy 会面应该是算成功。我应该讲已经退一步啊！我头拄讲迄句话真重要。美国即马是伫伊会使做的范围内底，伊做甲前方，伊会使做的，吼。啊，对咱国来讲呢，咱算安尼有头拄成功无？两个议员甲立委拢讲过啊，上好是你来带我啊，哦，啊你来甲我护交啊，毋通讲手牵的无，电影看讲无准绳，对无？吼。你手甲我牵去啊，啊饭啊食啊，吼啊上少你嘛来聘礼嘛来送一个，对无？甲大家宣布一下，因两个立不啦，咱就唔知啊。对，这条代志即马做袂到嘛。对美国来讲，即马做袂到，伊无要做嘛，伊无要带你嘛，哦，伊就是要甲你人啊人有啥物看，人互对面看的啊。哦，啊老师咧讲，伊是
伊是挑工甲咱人的，无真心真意的。莫讲挑工啦，啊，伊为伊国家家己的利益，伊敢有唔对？伊是为伊国家啦，美国是为家己嘛。这我来先请教蔡老师。是，就是讲这届蔡总统去访问美国的意义是安尼啊，就是讲哦，甲美国甲自由民主的这个国家讲一件代志，就是讲台湾唔是中国的一部分，吼，啊，台湾嘛无去用孤立，台湾嘛唔是孤单，吼。像那呢？因为这个麦卡锡吼，其实大家若了解美国政治就知影，伊这个国会是政府的一部分呐，伊是三权分立，啊，所以这个麦卡锡伊的继承是排第3位，但是伫权力运作伊是第2坎的啊，伊是第2坎的政治人物，啊，而且包括伊迄个美中委员会迄个主席哦，Michael Kegler，迄个嘛是真重要，吼，表示啥物意思就是讲因。这个人遵守着2018年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啊，啊内底有规定，台湾的高层的官员入去美国，爱予伊尊严甲尊重，吼。啊，这个人呢会当记着国务院、国防部甲内阁部长的官员，这就是因法律规定啊。有迄个国会家己通过这个法律，啊讲啊，咱无遵守，这无可能啊，吼，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吼。啊，你知影讲吼，过去美国帮衬台湾足侪代志的啦。1958年，美国的艾森豪总统。下令的第7舰队来运补金门，吼，这叫金门的立委，吼，啊，包括就是讲5060年代，我才有一条图啊，吼，这咱台湾迄阵真善者嘛，啊，美国互咱的米粉，用米粉袋啊做衫甲做裤啊，吼，就是讲美国树立台湾者甲台湾穿啊，吼，啊，9596年的台海危机的时阵，伊派两支含公母舰的这舰队。来甲你帮衬啦，吼！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啥物？就是讲，美国一直国会这几冬来一直通过足侪法案，啥物意思？因惊讲台湾去互中国摕去，惊讲台湾会对落这中国统治的黑暗地啊！啥物意思？因为台湾是民主的啊，啊你若去互中国统治，伊啊就无民主会失去嘛，吼会失去。啊伊讲伊要来台湾，要来麦卡锡讲伊要来台湾，啊即摆伊。咱就讲啊，安尼有可能会引起中国的呛声，啊无，咱就等于美国吼，啊这是人情甲义理啊，吼啊，台湾有一个人就讲哦，吼开始吼柠檬汁就开始啉啊，吼酸溜溜，讲吼伊去纽约呢，未看到大粒的，吼啊上侪是纽泽西的州长，啊事实上人伊甲加州看到这个第2坎的啊，明明就是吼迄空阿门图的啊，啊因讲啥呢？讲迄用纸糊的啊，讲这虚的啦。拢伫遐一直甲你骗想啦，结果已经看到麦卡锡啊嘛。啊，若是照这个委员所讲，就讲安那会不会？赶紧来建交。对啊，啊，比如讲第1坎的吼，来要见到第1坎的拜登，我问你啦吼，以后国民党嘛执政啊，啊，这当留国民党去做啦。哦，国民党吼，国民党伊声句讲这是台美史上上好关系上好的时代啊，这是美国这有道理哦。愈好啦，毋是。你讲这边上好，那是万不离。那明年国民党若选赢总统大选，国民党的政策就是安尼啊，要甲美国往来嘛，要甲大陆往来啊。要甲美国建交，甲美国，阮也希望啊，阮嘛是希望，阮伫另外这是国民党提案哦，国民党提案哦。但是中国敢会稳准？咱到底下建交为什么要中国稳准呢？对不？这句嘛，你嘛讲啊真奇怪，所以我是你讲，其实即摆美国徛是家己国家的利益，对不？所以你看伊讲，头先咱议员伫讲对无？讲哎，拄仔看电影，拄仔看电影，要叫伊出。委员，拜托。像你这种想法的，国民党的委员有济啊少？国民党拢个是这款想法，咱甲拢这种想法。咱甲美国爱往来，甲美国建交，咱嘛爱甲，这是国民党有提案，这有正式提案伫立法院呢，大概伫准理提案的哦。阮有签名，阮国民党提出来讲，咱爱甲美国建交，啊复交会使，讲中华民国复交，拢个会使。你看伊有通过呀，咱是外交部无伫做啊。对不？尤其为了这个，我蔡总统去访，卖讲，咱是讲啊访问，咱是访问友邦。但是安尼算是安尼，他都这我延续他的问题，安尼算做拄高平无？无啊，因为咱对甲美国，阮国民党希望甲大陆嘛是要往来啊，毋是讲免往来。即摆民进党甲国民党，民进党甲国民党上大的无相款，就是民进党就拄啊我高边，国民党希望两边能够往来。两边唔管大陆也好，唔管美国好，拢该往来。议员后阵伫讲即摆拄仔去看电影，拄仔开约会，问人要娶无？拄仔开始啊，尔嘛，已经咱应该几啊10年啊。头阵咱教授伫讲哦，1958年哦，
第7天就有跟咱斗相共，无唔对啊。但是来袂记讲，1979年是点啊跟断交，点啊跟咱断交，迄阵我细汉啊，我捐咧铺满，我有印象，对不？咱拢个甲美国真好啊，大家慢一爱去美国。我有议员小讲一下。即马吼，在野党对民进党真高做台美关系这个代志，因无法度，伊乌络袂出来，讲袂出嘴，讲袂出嘴啦。所以吼，注意听，咱即马咱的台湾的总统见到头拄仔教授讲的美国第2卡，但是大家若是有印象，若会记的，台湾这的总统就是台湾第1卡的嘛，捌直接甲中国第1卡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直接见面。2015年，马英九总统就甲习近平伫新加坡2个握手会面，都迄当阵都已经看到中国上悬的啊，已经无一个比人比伊较悬的，就是习近平啊嘛。所以台湾的总统甲中国的主席，这个国家主席都已经见面啊。的时阵，马英九敢有叫中国放弃对台湾动武？啊，对方什么反应？什么有做什么承诺无？无。那准讲安尼，那是照这个标准来讲，咱就莫讲什么统一独立，咱就讲对台湾上大的威胁，就是中国对台湾的不放弃武力、不放弃动武，对无？啊，总统就对着因的上悬的啊。这个时阵是毋是对伊做这个要求？这应该上简单。这就亲像头拄委员讲的，讲咱的总统去到美国，都爱甲因建交，好啊。啊对，好对啊，去中国时，你甲你莫讲去用的，无咱若甲中国来建交，对，甲真好啊，甲中国建交嘛足好的啊。吼，国民党嘛会当嘛应该支持啊。安尼敢好？就是我意思就是讲，迄当阵是安怎？咱嘛对马总统无做这个要求，什么原因？因为咱嘛知影讲要求这个，咱嘛知影讲要求这个代志是有小可对迄个时阵，还是讲对即摆这个政治的状况来讲，伤赶紧啦。所以讲马总统迄回去新加坡甲习近平见面了后，这回搁爱走去中国，搁爱一摆，啊，这回嘛同款。我认为台湾总统即摆蔡总统去美国这个代志，一定爱。两边爱比较来看，你爱比较性来看。马英九去中国的时阵，去中国遮的人讲啥？讲感受相同啦，家国情怀啦，拢咧讲这啦。就是马英九咧讲啥？伊咧讲血统，伊咧讲甲中国这就是大家讲中国人安怎，对，伊就是伊诉求的，就是民族主义的这个趴。蔡总统去美国讲啥？蔡总统去美国讲的是价值。讲的是民主甲自由，什么原因？因为民主甲自由都唔是干那同款的系统、同款的文化，是全世界所有的人，包括美国、包括德国、包括英国、包括土耳其、包括所有的这个国家，大家拢会当对这个价值，大家这个同款的语言，大家拢有法度通。啊，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唔才讲德。但是即摆麻烦就是安尼吼。委员，你小等下吼，我会互你时间。我即摆要问的就是讲，咱咧讲价值，啊，伊咧讲民族的情怀，吼。但是这语言就未通嘛，啊，未通就是咧讲拳头舞嘛，吼。啊，就大家拳头舞的像较大粒。啊，咱在美国甲中国之间安尼硬伫中啊，头拄仔邱老师也讲，啊，因两个人行棋，咱在边仔咧看吼。看伊要行咱啥物咧？啊，即马国民党的候选人也好，准备要来选大选的也好，甚至咱赖清德副总统也要来选的，咱讲吼，讲这6字啦吼，亲美，吼，友日，吼，啊和有，咱是讲民进党是讲和中，和中是国民党是和乐，大陆和乐。吼啊！民进党和中，到底这有共啊无共啊？我实在讲，我就讲到嘴齿就夹起来。那我先和邱老师讲看卖。这叫做文字游戏啦，啊，这种叫做文字游戏。讲实在话，咱台湾，因为我咧看啦，吼，上少我捌的，我有接触到的，无一个台湾人讲，
咱来甲大陆试一下，哦，咱来甲伊拍一下，哦，试看嘛，看会赢袂，哦，无一个啦，大家拢无希望。所以咱应该要行中，毋是惊中啦。我的意思是讲，无人要相战嘛。和平是咱不管是天的，还是人，还是白，还是啥物，无人爱相战嘛，大家拢爱和平嘛。对无？即嘛是讲，看要和平，你的办法是啥物？哦。国民党可能用的办法就是讲，哦，美国这边我甲你好，啊，中国这边我嘛甲你交，吼，大家有话大家坐落来讲，哦，莫用两个，莫用拍的，哦，民进党可能用的办法就是徛伫美国后壁，哦，你要安怎，我听你，哦，你嘛得爱听我，这是民进党用的办法嘛。倒一个对，咱歹讲啦，哦，倒一个较会成功，咱嘛唔敢讲吼。但是我必须来讲，伫国际政治内底吼，伊有一个框框，每一个国家拢有一个框框。头拄你问讲，哦，美国对几咱即马会使安尼做，别个国家会使学，美国会使做的，别个国家无一定会使做哦。哦，我讲歹听的，美国甲中国拢共款啊，因的军舰有无，拢伫咱台湾四边咧射啊。啊，你别个国家来试看嘛？你来试看嘛？哦，你讲有啊？你讲啊，德国啊，有来射一届，哦，英国嘛射一届，法国射2届，哦，欧洲嘛射一届，伊嘛有啊，因有来射啊，歹势吼，迄拢美国答应的，哦，美国叫伊来，伊才来射，美国无叫伊来，伊嘛唔敢来射，所以唔是美国做的，别个国家都拢会使做。啊，所以总处要敢会使？啊，无可能的代志嘛，我跟你讲过。无一定会使。台湾海峡咧行棋的2国尔，啊，剩的拢是咧插花啊。无，老师，我的意思是讲，比如讲，若是德国的这个议会议长，哦，咱来找伊，还是伊来找咱，吼，啊，事实上前几日嘛是迄个捷克，伊国会议长嘛来嘛，是啊，吼，啊，这应该是变做大家是平常的代志，中国应该是。有啊。咱希望来的拢是一定是欧盟的大国啊！哈，你那是捷克哦，上好马克龙即马伫美国，是对选选来，吼，啊是选选来啊！哦，要无上少你嘛派你的副总统来台湾说一个，总统去遐行，啊副总统来台北说，会使袂？袂使嘛，对不？哦，所以我必须来讲啊，这是咱台湾必须面对的国际现实。不，咱是讲表面上是表面上啦，吼，啊实际上的好处有好处无好处啦。对，惊是讲表面上来，啊这就无好处，这些麻烦嘛。对，我头拄咧讲啊，上大这届总统去美国上大的好处就是啥物呢？伫美国伊会使做的范围内底，伊有听你，哦，伊互全世界看嘛是安尼，这是嘛是美国要做的啊。所以老师，你安尼有回答我讲有实际上的好处无？有啊。美国听你啊，听咱啦，听咱讲军售会赶紧来，吼，啊无个即论性，不管委员他会拢会使做，啊，但是头前爱有一个前提就是伫会使做的范围内底，有一寡代志是袂使做的，啊，有一寡是阿公讲袂使做，啊，有一寡是美国讲袂使做的呢，譬如讲啦，吼，荷兰。要卖迄个光刻机，要卖互北京，吼，美国就甲讲袂使，迄袂使卖，哦，你因为你卖，安尼真好啊，安尼真好啊，美国决定嘛。荷兰要卖米啊，要卖互中国，爱美国同意，你甲我讲一个，讲安尼真好的理由。我的意思是讲。对美国来讲真好啊，就美国伊的利益嘛。是啊，就这点你就讲对啦，这就是符合美国的利益嘛。是啊，唔是咱的利益啊。啊，同款啊，咱台湾什么代志会，咱甲大陆嘛是安尼，什么代志会使做，什么代志袂使做，迄嘛拢爱美国同意啊。你比如讲 ECFA， 哦，迄是马英九咧做总统的时阵签落来，哈，哦，咱要签迄进程一定爱甲美国讲，内容有无？你嘛得爱互 AIT 看，AIT 一定报等你，哦，因看过讲哦，安尼的内容会使，啊，还是讲这点你爱修改，咱就走去甲人修改啊，
你讲咱国嘅代志，那系讲爱美国决定歹势，这就是现实。是啊，这现实啊，系啊，对不？所以咱头拄嘛，委员甲议员咧讨论哦，遐代志拢无可能啦。咱讲实在话，更高无可能啦。即马我头拄讲过，伫会使做嘅范围内底，即几字最重要。所以总统咱的政府外交部都免讲遐尼大声讲，我这有偌侪突破，无都是安尼，因为都是伫咧设定的范围内底去做啥。外交部唔通讲话讲啊遐尼大声。这嘛唔是讲台湾安尼尔，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拢是安尼，无一个国家拢完当会当家己一个人家己要做啥就做啥。我反驳议员头讲，来，这两个小等下，我有蔡老师想讲者。我讲吼，单委员头讲的意思，我知啦。有一个条件啦，解决就拢解决啦。中国民主化了，咱会当交伊建交啦。啊，美国嘛会当交台湾建交啦。因为你中国若无民主化，伊无可能交你台湾建交嘛，对不对？啊，因为美国受到中国安尼插安尼骂吼，伊比做讲，我要讲的意思就是安尼。因即届去雷根总统的纪念馆，你有听到雷根总统过去讲啥无？伊就讲吼，你得要有实力，才会当达成和平啦。伊过去就是主张讲，美国爱发展军事来对抗这个苏俄的共产主义嘛。啊，你若是美国停台湾，卖军火予台湾，叫台湾徛做伙，中国才会信道甲行下啦。这足简单的道理啦，吼。啊，中国甲美国的关系问题出伫倒，你敢知？中国伫美国用迄个鸡龟啊的卫星的迄个气球，啊，甲马龙地去监视美国的军事基地。啊，偷摕美国人公司的智慧财产权，偷卖这个毒品芬太尼给美国人食，吼啊，所以这就是讲，不管有台湾的问题，无台湾问题，美国会交中国输赢啦。啊，台湾你就要对好调度呢，你若对唔调度，美国无爱支持你，啊，到时咱目睭金金就是叫中国统治啦，吼，足简单的。所以这个克勒格伊有讲啊，伊讲吼，咱若交重要的民主的这个斗阵的领导者，台湾总统蔡英文。无法度伫美国的领土，咱交伊见面的话，足简单呢。安尼比做啥？咱顶咧饲迄只酷鱼吼，要甲咱食的酷鱼迄个肉啊。意思就是讲，啊你无法度交伊见面，你拢无法度交伊见面，伊最后就是用迄只酷鱼要甲伊食哦。所以这足简单的道理，要交伊建交，我嘛同意啊。但是问题是中国无可能会当互你安尼，伊有一个一中的政策伫遐。啊，中国若民主化了。这个问题绝对解决，所以应该是你甲中国讲吼，你来民主化，啊，咱大家来建交。哦，伊世界独一第一强嘛，伊若天然，咱已经哇真哩厉害啊，伊就爱跳出来天然，伊天然，伊就袂去红多说，我愈卖甲中华民国断交，结果己的，该兼甲人建交，对无？这敢有道理吗？第二，我还要讲的吼，蔡总统这个伫美国讲几样代志。委员，你比民进党更较民进党哦。这是徛伫咱中华民国立场讲，这甲对党也无啥物关系。这中华民国立场，咱当然咱国家建交，咱就变独立啊呢。咱当年是徛咱国家的家己立场咧讲话，本来就是安尼啊。听得真爽哦。第二点，这个大家有注意到，蔡英文总统有讲2项代志。第一，都要共享什么民主价值，然后在西方的一款想法民主价。第二，有讲到对，孔子讲的“德不孤，必有邻”。我甲伊特别讲一句话，因为这是表示着中华文化。我甲伊故意讲这句话，用孔子的这句话来讲，哦，咱有这款中华文化，咱即摆生活方式，除了民主，还有咱的文化，咱文化是中华文化，所以这个甲。委员，你比文稿小组出身的更较厉害哦。这个吼，这个迄马英九去大陆讲的，也是讲中华文化复兴。即摆尽量吼，两岸若要和平哦，尽量讲文化的代志。讲文化代志，其他卖讲。蔡英文嘛是。但是你讲要建交，你听，蔡英文也是安尼讲。中国听到已经跳起来。我的意思是讲，咱咧徛伫咱国家的立场讲话，因为咱袂使徛伫美国的立场讲，咱毕竟是咱家己中华民国嘛。这有道理。但是即摆。咱即摆民进党所做的代志是完全活伫，甲本来是咱会使伊的这旗，互美国去伊，啊，咱完全活高边。但是安尼咱无一定得到上大对中华民上大的利益啊。你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比如讲，比如科技来讲，咱都已经大声传，你看韩国的总统人，伊毋是因南韩北韩人，伊毋是啊大声讲哦，伊个总统嘛是讲吼，啊因的迄个科技袂使美国你想要开就想要开。咱即摆台积电是美国想要开就想要开呢，后摆伊若干那个规个技术拢给开去了。这部分我是唔知，这对咱影响真大。第二，美国也真支持咱，为什么吼？咱就讲要什么 FTA、BTA 台美贸易倡议，这么久啊，佫唔互咱一进步。这属实应该。本来是安尼啊，本来是安尼啊。你我国民伊感觉，伊讲你讲，你组团爱到底去甲这个 McCarthy 讲。
阮也不一定能见到他，阮拢去阮顶个去有一些阮拄好一寡国会去甲画像，去甲讲啊。我讲，美国伊嘛家己是上大的嘛，世界第一强国嘛。你若安尼想，咱实在是真衰。咱本来是安尼啊，因就是感觉。所以咱即摆要甲骂要安怎？伊嘛听无，所以咱国内袂使拄好一款声，袂使拄好民进党出来完全我国民，嘛只要国民党一个声音讲，啊就是要回咱。委员啊，我讲不管徛伫什么党的立场吼，有一件代志是足重要的啦。哦，莫讲建交啦，吼，迄我嘛希望啦，啊，但是咱讲实在话，即马做袂到嘛，吼，啊，但是有一条代志应该是美国爱做的啦，哦，牛肉嘛袂互咱啦，猪肉嘛袂互咱啦，哦，上少 FTA 嘛，甲咱签一个啊，无签啊，哦，对无？这你甲台湾要签 FTA， 阿公啊无意见呢，拜托的，那这点。哦，就是咱袂互伊的物啊，咱来看后手。迄税收吼减较低，还是零关税哦。啊，你的猪肉要卖入来吼，零关税会使，咱公平嘛，对无 ？FTA 拜托，互咱签一个好无？莫讲建交啦，讲迄收过远啦。莫讲建交，这阮嘛同意啦。FTA 就好啦。台湾你感觉咧？FTA 咧？当然啦，当然啦。无半日进展啊，无半行啊。即摆就是讲台美关系下一步，确实有影就是双边的这贸易关系一定要赶紧来，但是因为双边的这个谈判吼，这需要时间嘛，需要我就讲嘛，你需要时间，你需要去制造这个环境嘅条件，所以讲，但是阮当然是希望讲，这个了后下一步上要紧的，确实有影台美的关系就是贸易。啊，另外过来，他拄啊这委员所讲的，讲到总统讲起。轮椅的这件代志吼，我嘛想要补充一下啦。轮椅吼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唔是干那中华文化有尔，儒家文化是一个东亚共有的一个文化。韩国嘛会讲轮椅，日本嘛会讲轮椅，越南嘛会讲轮椅，台湾当然嘛会讲轮椅。蔡总统讲起轮椅这件代志，上要紧是要讲啥？上要紧就是讲，咱即马。伫美国遮交朋友，即件代志，伫我的文化内底，阮嘛是共款有即种的价值。只要你有道德，你一定有朋友，你的朋友一定会来相挺。即件代志毋是干那台湾尔，其实对韩国人听到，伊嘛会认为感同身受。日本嘛是共款，所以讲，即马要讲起即个儒家文化，其实就干那即句尔。其他的在讲话内底，主要拢是咧讲啥？原来是咧讲民主甲自由，原来是咧讲即个台湾甲美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我咧甲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啦。蔡总统第头一届即个选调总统的迄天吼投票，迄天拄好前一暗，有一个叫做周子瑜的一个查某囡仔伫咧韩国做歌星吼，啊伊受到即个压力，因为伊摕举即个中华民国国旗，啊，互即个中国的即个。互伊欺负，了伊就所以迄天就是一个影片出来道歉，吼道歉讲伊安尼做毋对，吼。迄天我拄好是文告小组的成员，本地想讲今仔日投票啊，无代志啊，投票好了后，中昼食过了后，才去办公室看看就好。结果半暝出的这个影片了后，透早阮就随便去办公室待命讲啊，昨发生这个代志要安怎？啊，迄当阵，阮咧考虑，尤其是总统，迄当阵咧考虑是啥？伊咧考虑就是讲，即马发生这个代志，规个台湾人一定是真生气的，真济啦。所以讲，伫咧这个时阵，爱搁较理性，爱搁较冷静，爱搁较互咱这个对台湾人这个情绪，爱改，互伊行一个较理性的道路。所以当时因为安尼，所以迄天总统了后，伊当选的迄个文告。安怎讲的？伊是讲，今仔日台湾人就是民主人，今仔日台湾人就是自由人。啥人安尼讲？就是要讲，台湾人是因为自由才是台湾人，是因为民主才是台湾人，毋是因为血统，毋是因为语言，毋是因为其他的这个因素，是因为咱有这个价值，所以咱才是台湾人。所以，伫咧这个你真生气，为着这个查某囡仔，你感觉真生气的时阵，你嘛爱想讲。我即摆生气，是因为我有一个真高尚的理由伫咧生气，是为着这个价值互体育，所以我才生气。
因为安尼，这才是台湾认同的这个定义。总统做这定义了后，这就是台湾人认同。伫个用这个价值摕去美国，摕去全世界拢会通。这都毋是干那针对这个国家才会通，针对迄个国家就袂通。这就是全世界拢会通的，都是因为安尼，咱台湾爱像总统即马去美国安尼，咱才有法度去准备讲。以后若发生什么代志，国际上发生什么代志的时阵，全世界来甲台湾帮战，拢有真好的理由，因为咱有共同的价值。来，这吼你讲得真好吼，这真好。他多委员啊讲咱即摆加较讲即个文化，吼对，较讲即个文化。啊，这他多之后啊讲着，这嘛是文化价值的一部分啊。但是我要先和蔡老师先讲啊，蔡老师准备了真济吼，但是这个部分哦，这华语有咧讲啊，秀才拄着兵啊，啊就真正甲对方讲袂顺车，啊伊就是无咧甲你共享这种价值啊，啊这个到底是要安怎呢？现在老何委员来讲，来蔡老师。比如讲吼，咱伫台湾吼，咱知影迄个马铃薯或者台语马铃薯嘛，啊伫中国做啥呢？安滋。毋是，我做土豆啦。土豆是第六。啊，你若是讲认同讲，基本叫简单的。这个对，啊，但是认为讲，这个一中各表，这个讲法的逻辑的，比如讲，啊，得马铃薯就是土豆啦。但是台湾听起来的这个物件，土豆是花生诶。这啥物意思？是讲，咱袂当吼，将台湾这个物件去台湾这个番薯吼，袂当锁伫中国的这个菜篮内底啊。重点是这个啦，啊，你讲要交美国的 FTA 好啊，安尼我甲在野党迄个参详者吼，以后若美国农业开放的时阵，因为一定台湾农业一定会受到伤害嘛，啊，到时恁就袂使去抗议哦，因为这若要为着签 FTA， 咱就要牺牲一部分啊。毋是，我意思就是讲吼，无迄个讲，咱要签的啊，咱拢要占赢的，无可能。咱一定要开放一寡物件，啊，开放一寡物件的时阵，再交伊交换。吼啊，在野党你会当提出意见，比如讲，这内底有啥物有啥物迄个无合理的，你提出来讲，这我拢会当接受。但是毋是讲用讲的，今仔日讲明仔载去签啦。韩国要签交美国的 FTA 10档以上啦，迄牵涉着足侪原因的啦。吼，我的意思毋是讲无爱签，大家拢想要签，但是毋是遐简单的，因为你要考虑到国内产业的保护啦。这是不得靠是换你国民党爱签咯。我来讲这个代志，所以因为咱都袂晓善用咱的优势。咱即摆台湾台澎金嘛，中华民国都是因为美国非常需要咱，因为有要去对抗中共嘛，2个强权嘛，所以需要咱当然来稍来张一下。像咱咧挖高兵去点啊要插落，比如讲伊头先上早讲迄个吼，什么美国上就讲用拄啊看手看电影，咩人叫伊带咱？美国即摆有甲大陆建交，伊就是明媒正娶的正宫，那都是伊的小三，对无？你无小甲伊张一下，伊插落吗？都是爱丢，了解？所以议员是姓丢无唔丢啦，但是你袂当叫伊丢啊。我唔用议员，咱国家就是规个挖个点啊插落，小可丢者都有利益。但是 FTA 这项代志有可能南华年国民党来胜算。因为蔡教授是你讲吼啊，什么啊，农业城咱袂使抗议，什么开放袂用，都是爱抗议，因为咱这地位无相关。咱这伫台湾这地位就真重要。即摆你美国都无希望大陆强起来嘛，都两边的迄个嘛。所以咱该抗议来抗议啦。咱咧当年啊，事实小该丢者，当年安尼开始投所以伊毋是抗议啦，伊是丢一个啦。小丢者咱投着咱要第物件，像我国民有物件对中华民国有啥物好处？无好处。第二，我你讲迄文化的部分吼，那是照。其实我讲，我看过他这蔡英文总统，我有去参加国庆日，我是少数有去参加国庆日迄国庆节迄个。国民党的委员。很少人去，我拢叫有去。我大概听蔡英文总统我讲有够好的，真实的讲到文教拢讲真好，讲说。伊咧甲你学咯呢？我是讲讲真好。伊选个时候讲真好，讲没有人可以因为自己的什么国家认同不一样，受到什么歧视、无同的待遇嘛吼。但是侪拢咧讲的无同款啦，这我感觉真艰苦的所在。因为我嘛是真期待讲咱国家的总统讲的较侪同款。伊讲伊当选了袂改变现状，有啊，现状得改变啦。海峡中线对迄边得我起来，得改变啦。我看袂到。中国一直甲咱改变吧？不是，中国改变咱，你无能力啊，你无能力处理啊。你是咱的总统，你要有能力处理，啊，无你就唔通来做总统。这是我的看法。第二，你讲过坐什么迄咯？什么叫做？他们讲一句讲啊真好，讲话什么台那照民进党平常去讲的标准哦，
这蔡英文总统你讲什么儒家文化，是不是什么中华文化？那民进党一定讲比幽灵啦。对，民进党一定那叫民众对国民党表示讲，你咩才讲什么中华文化？你爱讲台湾文化，台湾文化内底有敢无这款例来讲吗？伫美国你爱讲台湾文化，这民进党一向对国民党的标准，对在野党的标准。所以你定定拢个讲啊真好听。委员意思是讲东亚的共同款呐，这是议员讲的嘛？伊讲啊，你嘛对，我唔对嘛？你讲迄唔是中华，你讲迄中华文化大家共享的嘛吼，唔对。但是啊，照民众大个拍国民党的标准就讲，你像美国人讲什么如中华文化、什么东洋化，你讲台湾文化，这个民众定定你要求的标准。这你家想的啊？无，民进党永远是安尼对在野党，我无家己想的，我就感觉个咱的总统做无够，因为因定人去讲啊真好听，人去做袂够，佢家己的标准，甲对别人的标准做袂够，这我刚上讲我听出来讲你真爱国啊，真爱国。我真爱国啊！啊，爱之深，责之切。对啦，安尼讲会使。是不是安尼讲？啊，所以爱该张的时阵爱张一下。啊，当然是啊，这个对咱国家上大的利益。啊，互张议员小讲一下。是啦，确实有影啦。委员讲的毋是讲无理啦，爱张的时阵当然爱张，啊爱要求爱争取的时阵当然是爱争取，这是共款，确实有影。所以讲，头拄啊教授讲的，我嘛同意嘛。我认为台美关系下一步上要紧的，就是台美的贸易应该爱加深。这应该是可能总统的任内希望会当看到一个跟短期的目标会当达成，当然是安尼。我相信蔡总统甲全体这个政府的团队嘛是希望讲会当留一个真好的台美的关系。讨论一点钟吼，我希望讲咱上无也有一个呼吁，也有一个寄望。唔那讲大家看老些，哦，就好，啊以后总统拢会当去，总统会当去，甲咱啥物地带，吼，咱台湾是这利益，那 FTA 吼，然后他签，咱对台湾是这利益，吼，啊科技啊啥物，这你应该是安尼嘛，是安尼想嘛，吼。当然是安尼啊，啊只要是有法度达成的，当然咱就这回就会当讲嘛。但是大家就嘛唔好想讲，这就是蔡总统伊任内同上尾去美国的一抓嘛。咱哪有知影讲了后个半年外的时间，是毋是阁有其他？咱就唔知啊，对无？所以讲，我是讲，咱就唔免即马就真紧就回定论唔免啦。主要是讲，咱台湾甲美国的关系一直伫咧深化，这是事实。一直伫咧愈来愈好，这嘛是事实。啊，咱下一个总统，无论是哪一党来执政，这个路线袂当断去，这个路线一定要继续落去。无论安怎，外交是一个无分党派，对国家来讲，外交的关系一定要继续延续去，这是上要紧的代志。啊，蔡总统这回去美国，我认为上要紧就是这，就是定好一个这个课数性定好。互大家知影讲，咱会当搁安尼稳稳啊继续行，只要大家无啥物其他些爆冲的这一个状况，咱会当稳稳的继续增加。因为上尾剩3分钟吼，两位吼做一下小小的结论哦。年底吼台美贸易倡议吼应该是完成啦吼，啊 FTA 交这代志，然后啊搁有大选吼，然后啊搁有国民党会延续这个路线。其实对我来讲，这长久以来对着美国人，咱只有答应，吼啊有当啊甲伊小花一下，但是基本上的路线是无变动的啦，是不是安尼讲？对民国39年1950年到即阵啊，差不多70多年啊，台湾甲美国从来唔捌相恋过啊，中美关系，或者说台美关系一直都很好。我即马唔知影讲，即马蔡总统去吼，即马是讲是台美关系历史上上好的。即句话对来，我实在想无。我来讲吼，若总讲要讲上好是1953到1954。咱咧领米粉的年代。不是，对，1953年，美国总统艾森豪人走来台湾啊。1954，民国43年的年底12月。台湾甲美国签中美共同防御，是无？迄阵叫做上好。咱即摆要想办法，要恢复遐
国际啊爬起来啦。但是我要讲，即摆拢做袂到，所以咱讲啊，莫讲遐济哦。FTA 我头拄讲过，小签者啊，第二点，美国即摆有一个晶片法案，哦，几若百亿个美金要补助，即摆看起来第一名，伊要补助的是伊家己的英特尔，咱台积电叫逼甲满去美国，到即阵无一定会提甲补助，若真有摕着，嘛是南山呢，拜托嘅美国拜托嘅，阮台湾就遮听你啊，哦。台积电嘛，互你搬去啊，去年开始搬的嘛，拢互你搬到要搬了，拜托甲补助一下好无？伊个坑伫你美国哦。曹老师来，就是讲吼，德不孤必有邻，即句话翻做英语吼，世界拢会通啊。就是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啦。所以毋免伫遐争论讲这是中华文化还是西洋文化，即句话徛伫对拢会通啦。因为反正。